北部都會區對促進香港社會同經濟發展以及提升競爭力至為重要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，政府正全速推展北都，包括計劃向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注資100億元作為起始基金，俾公司喺年中投入運作。政府將於短期內就加快北都發展專屬法例嘅建議諮詢公眾，目標係年中提交條例草案。此外，北都專案監督辦公室將加強協調並訂明審批期限，加速推進北都大型私人項目嘅發展。有關行政安排亦適用於北都以外嘅項目。我哋下年度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，以啟動牛潭尾新發展區同埋新田科技城第一期、第二階段發展嘅土地平整及基建工程，以及古洞北政府聯用綜合大樓等項目。喺土地供應方面，陳茂波話未來5年政府會準備可供興建大約98000個私營房屋單位嘅土地。來年賣地表包括9幅住宅用地，加上鐵路物業發展、市區重建局及私人發展同埋重建項目，預計全年嘅潛在土地供應可供興建約22000多個單位。我想特別強調，用地嘅具體推售安排會審慎參考市場同埋其他情況，按季公佈，讓到市場平穩發展。考慮到非住宅物業市場空置率、現時及未來供求情況，政府來年繼續不推售一般商業用地。另外，港投公司將會與區域同埋國際嘅長期資本合作，引導資金投向符合香港產業定位嘅優質商業物業項目，並把有關項目與目標行業嘅企業對接。本港未來5年總體公營房屋建屋量連同簡約公屋，大約有196000個單位，而私人住宅單位預計今年起5年之內，每年平均落成量大約17000個，比過去5年平均數減少大約8%。